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乜乜 channel 嘅今日讀乜書。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度拆解一本可以話係理財界隱世神書嘅著作。呢本書叫做《會計思維：你的最強理財武器》，作者係兩位日本理財大師小山農介同埋山田真哉。講起理財，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到乜嘢？係咪每日記住自己買咗杯咖啡幾多錢，食個午餐幾多錢，又或者係喺度煩惱緊買股票定係買基金？但係作者喺本書一開頭就同我哋講，呢啲都只係表面技巧。喺呢個經濟波動咁大嘅年代，如果我哋只係靠啲流行嘅皮毛知識，根本應付唔到大環境嘅轉變喎。真正強大嘅武器係人類積累咗幾百年嘅智慧，就係會計思維。你可能會問，我唔係會計師，又唔係做生意，學會計思維有乜用啫？其實大多數人生活得咁辛苦，係因為佢哋只係靠感覺而活，而唔係靠計算。作者話，全世界99%嘅人都唔具備計算嘅觀念，所以佢哋會買埋啲唔划算嘅嘢，或者丟咗啲重要嘅資產。如果你學識咗會計思維，你就可以喺理智同情感之間揀到個平衡點，實現所謂嘅零壓力生活，甚至仲可以洞悉未來。今日呢條片我哋會由最簡單嘅家計簿講起，一直講到點樣分析一間公司，甚至係點樣投資你自己。點解你嘅家計簿愈記愈辛苦？大家有冇試過決心要記賬，結果維持咗唔夠一個禮拜就放棄咗喎？作者指出，傳統嘅家計簿係重視動態論，即係關注花了多少錢，呢份其實係損益表 PL。每一日你要記住買咗乜，幾多錢，一旦漏記咗一兩筆，個數就對唔住，搞到個人好有挫敗感。但係作者提出一個完全相反嘅概念，叫做靜態論，亦即係我哋今日要重點介紹嘅聰明家計簿。呢種家計簿係以資產負債表 BS 為基礎嘅。乜嘢係資產負債表？簡單嚟講，佢就好似一張快照，影低你喺某一個時間點上面，手頭上有幾多錢、幾多債、幾多物業。點解影相好過拍片？作者用咗一個好正嘅比喻，影片係不斷流動嘅，你好難睇得清楚本質，但係相片係靜止嘅，所有嘅細節都會浮現晒出嚟。透過觀察資產嘅變化，你先可以俯瞰全局，睇清事物嘅本質。聰明家計簿嘅三大懶人規則，為咗令大家可以持之以恆，作者設計咗三條非常之人性化嘅規則。第一係餘額規則，你唔使再記住今日買咗幾多粒糖、幾多杯水，你只需要記住今日出門口嗰陣錢包有幾多錢，夜晚瞓覺前錢包剩翻幾多錢，兩者相減。就係你今日花咗嘅總數，就係咁簡單。甚至連股票、銀行存款都係直接睇餘額，唔使理買賣過程。第二係紙鈔規則，你可能會問：如果我啲零錢數唔清點算？答案係無視佢哋。聰明家計簿只管大數，唔理零錢。作者話喺企業會計入面，稅理士會無視1000日元以下嘅數字，會計師甚至會無視100萬日元以下嘅數字。家庭理財係用嚟做經營判斷嘅，唔好俾啲細節困死自己。第三係隨意規則，你唔使每日記賬，你可以一個禮拜記一次，甚至一個月、半年記一次都得。因為資產負債表係快照，你想影相嘅時候先影就得。呢種方法仲有一個神奇嘅心理效果，叫做小豬撲滿效果。傳統記賬係睇住啲錢流失，個人會好沮喪。但餘額管理係睇住資產累積，你會越記越開心，好似睇住小豬錢罌變重擔。資產定負債，唔好俾對眼呃到你。喺會計世界面，好多我哋以為係資產嘅嘢，其實係負債。作者引用咗富爸爸、窮爸爸嘅定義，能帶來現金嘅係資產，花掉現金嘅係負債。我哋嚟講下屋同車，好多人覺得買樓係儲錢落自己袋。但如果用公允價值原則 （fair value） 嚟睇，一間4000萬日元嘅新屋，你一入伙佢就變咗中古屋，價值即刻跌。如果你仲欠住銀行一大筆貸款，而間屋嘅市值低過你個貸款額，你其實已經陷入咗無力清償嘅狀態。咁買樓訂租樓好啲，作者幫我哋計咗一筆好詳細嘅數，
假設買一間4500萬嘅屋，計埋利息、房屋稅、管理費、修繕費，30年落嚟，你可能要俾8142萬，而30年後間屋可能只係剩翻2000萬價值。相較之下，租一間同等級嘅屋，30年嘅總支出大約係6840萬。雖然買樓睇落每個月供款少啲，但係租樓勝在自由，你可以隨住家庭成員嘅變動，例如仔女大咗搬走，而轉租細屋，從而慳翻一大筆錢。所以從會計趨勢嚟睇，租樓嘅風險同成本其實好多時係低過買樓嘅。講到車，作者更加係毫不客氣，但話所有家用汽車都是負債，買部150萬嘅車揸15年，計埋油錢、停車場、驗車、保險、稅金，你總共要支出820萬，平均每個月要使4萬幾蚊，同每日搭的士差唔多。所以如果你唔係經常開車，及早脫手反而係一種投資。咁樣係咪代表我哋乜都唔可以買？唔係喎，作者教我哋一個換購規則，例如買電腦，你可以每年都買最新款，然後將舊嗰部放喺二手市場賣翻出去。因為熱門品牌嘅電腦保值能力高，你可能只需要補少少錢就可以年年用新機。但樣喎，原本係固定資產嘅電腦就變咗做短期費用，增加咗你資產嘅流動性、機會成本，睇唔見嘅損失先係最傷。大家有冇諗過，如果你用1個鐘頭嚟排隊買平嘢，你其實係蝕咗錢。作者介紹咗一個好重要嘅概念，機會成本。我哋嚟睇下豆大福問題。如果你跌咗個一定賣得出嘅豆大福，你損失嘅唔係成本30蚊，而係售價100蚊，因為你失去咗賺錢嘅機會。呢個邏輯可以用嚟判斷應唔應該做副業，或者應唔應該去留學。如果你係一個忙到冇時間瞓覺嘅精英，你想做副業，你就要計客你會唔會犧牲咗正職加薪或者升職嘅機會。但如果你係一個好閒嘅人，你啲時間原本就係沉沒成本 sunk cost， 咁做副業就係淨賺。再講留學，如果你去讀2年 MBA， 學費係800萬，但你2年冇咗嘅人工係1200萬，咁你個留學成本其實係2000萬，你就要計下拎咗學位之後，你每年嘅人工加幅能唔能夠喺20年內幫你賺翻呢2000萬？如果你將啲錢拎去投資，有4%回報，20年後100萬會變219萬。所以會計思維會教你將未來嘅收益折現為現值 （present value），幫你做出最理智嘅決策。點樣分析一間公司？睇穿數字背後嘅真相。如果你想投資股票，或者想知自己間公司穩唔穩陣，你唔可以淨係睇啲表面指標。作者提出咗企業運作嘅3大齒輪：進貨循環、銷售循環、設備投資循環。最緊要係睇時間差，進貨要俾錢，銷售要收錢。如果呢個時間間隔愈長，公司就需要愈多嘅營運資金。例如戴爾電腦 Dell 好聰明，佢係收咗客錢先至開始生產，但佢就唔使壓住咁多營運資金。當你睇一間公司嘅年報或者4季報嗰陣，作者建議你要睇走勢，單一個數字係冇意義嘅。你要睇過去5年嘅趨勢，營業額跌緊定係利益跌緊。仲有唔好太相信流動比率呢啲指標，因為應收賬款可以作假，例如透過循環交易嚟粉飾報表，真正難以作假嘅係現金流量表。現金係實體嘅，有冇錢入袋？一睇現金流量表就知，營業活動現金流係負數，咁間公司本業肯定有問題。複利投資，時間係你最好嘅朋友。最後我哋講下點樣讓錢為自己工作。作者強調，投資冇所謂低風險高獲利，風險同獲利係對等嘅。如果你仲有貸款，最明智嘅投資其實係優先償還貸款，因為減省利息係保證回報，而且冇風險。如果你想資產增值，秘訣唔係追求極高利率，而係複利投資同埋長期投資。5%利率嘅複利投資，50年後會比10%利率嘅單利投資多出成2倍獲利。咁樣點樣先可以變有錢人？作者推薦咗本多正錄嘅1/4儲蓄法，薪水一入賬，先扣除一部分俾自己做儲蓄或者投資，剩翻嘅錢先用嚟生活。呢種叫先確定結果嘅管理法，
遠比你辛苦慳錢有效得多。講咗咁多，總結一下，大家係咪發現會計思維其實好博大精深？佢唔只係教你點樣計數，係教你點樣俯瞰人生，點樣喺時間同風險之間攞個平衡。作者話，雖然會計思維好勁，但佢都有局限性，例如佢睇唔到品牌效應同埋創新呢啲無形資產。所以我哋要將會計思維、行銷觀點同埋創新意識結合埋一齊，先可以喺呢個複雜嘅世界入面生存得更好。希望今日咧分享可以幫到大家。如果你覺得呢啲理財秘訣有用，記得得滯訂閱，分享俾你啲朋友。仲有去呢本會計思維翻嚟細讀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